文恩，以后单身人只要立遗嘱，遗产想要留给谁就留给谁。没错，昨天立法院3读通过，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有份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你的遗嘱是必须有效的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遗嘱不是有写就有效，如果写错，你努力一辈子累积的财产，最后可能还是会按照法律来分哦。这次修法最大的改变是让遗嘱的自由度更高，尤其对很多单身族、顶客族来说，终于可以更自由决定自己的财产要留给谁。但自由变多了，责任相对也变大了。因为如果遗嘱没有法律效力，修法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很多人以为遗嘱就是拿张纸写一写，签个名就完成了，其实不是。像是用电脑打字再签名，找错见证人，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制作，这些都有可能让遗嘱产生争议，甚至被法院认定是无效的。到最后，财产还是得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分配哦。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，真正想到的不是兄弟姐妹少了一个权利，而是法律给你更多选择，但能不能真正实现你的想法，还是要取决于你有没有把遗嘱准备好。